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保险集团涉嫌开立无老实的诊断证明，甲保险公司称保险费诈骗保险金，目前营运长被人顶109人向起诉。国军9月初5要伫屏东恒春的三军联合基地进行演练，蔡总统下晡也勉励国军，也强调会坚定捍卫主权甲国家安全。蔡英文听林志坚的称辩说受到国民党批评，讲是用总统的权力伫咧命令教育部。潘文忠表示，目前也未受到林志坚的诉烦。保险集团涉嫌诈领保险费的风波，营运长林书宏等人去互指控协助妇女生产，刷开假的诊断证明，诈入的理赔金超过10间的保险公司受诈骗，损失金额有超过6738万。专案经过检方的侦办，今仔日侦查终结啦。林书宏等5名医生，也有19名保险员，也有生产的妇女计共109人，向互依照诈欺等罪嫌起诉。针对着医生加保险员这部分，检方是希望请求判动刑。不过，保险集团对外发出声明，强调因无做卡手伫探视。有作假病历吗？诈保吗？今日7号检验约谈，保险集团营运长林书宏500万交保，当初向检举是嫌协助产妇诈领保险金。以外，12名医师、保险员、产妇全部到案说明，经过检方8个月侦办，11侦查终结，以诈欺等罪起诉林书宏等5名医师、19名保险人员加产妇，总共109人。林姓被告等医师5人，灼伤医师专业形象，危害整体保险制度之运作，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保险业务员等19人，不施以正确之方式销售保单，严重侵蚀保险制度，亦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为提悬产妇告病生产的意愿，保险漂亮指控配合客制化医疗单，检方指出，医生会开无实在诊断证明，大部分是体位无正或者是故意删除，主观加选择性文字，互产妇得到非自愿破白理赔，甚至佫将医美、子宫头疫苗等项目将钱灌入手机，提悬理赔额度由保险业务员用安尼来招产妇投保，其中就有一个特别为大当上保生产，赚总金额超过230万的保险金。这查保案包含5名保险公司、富邦人寿、南山人寿，有超过10间拢受害，损失超过6738万。我当然是不能接受啊，对啊，这个我们就在边走边看，哪也只能这样子啊。检察官他有他的心证啊，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说法跟说明，那我们也跟他说了，他也不愿意听，我们也没办法。林书宏发委屈，检方也强调专案关键，那医师无协助变做，产妇根本是无法度达成目的。保险集团是发声明表示感觉遗憾，佮强调一直坚持医者人心的初衷，医生为病绝对无为中获利，对破白理赔证据会造成深刻反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去互台大撤销伊的学术学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总统昨伫中执会顶头，呼吁党内就要捍卫林志坚的清白。不过国民党团今仔日就批评，讲民进党抄大台大的学术独立性。蔡英文用总统的监督去下命令，背书是咧指示教育部要安怎做。不过民进党也回应讲，民进党要来甲这台大作对，若准有法度指示教育部，台大就被做出撤销的决议啊！教育部长潘文忠也表示，目前也未收到林志坚的诉愿申请，一切也依法处理。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和台大撤销学术学位，蔡英文总统伫中执会讲，爱全体党公职挺林志坚的清白。国民党团批评民进党抄大台大学术独立性，加教育部施加压力，要让林志坚有可能改变台大决议。请问你总统定调，教育部长不听吗？他等于对教育部下指导棋啦。以后林志坚申诉的时候，他想办法让林志坚没事。前总统马英九伫面册讲，真遗憾蒋权者因为选举考量拒绝停台大。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凤仪前往教育部检举陈明通，面对国民党质疑民进党甲台大徛伫对立面，民进党否认这个讲法，强调敢若是对论文审定的看法无共，毋是要甲台大计较过。如果民进党有办法对教育部施压或对台大施压的话，就不会出现昨天那个结果出来。后续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诉愿
甚至行政诉讼，我觉得我们都尊重当事人去争取或来厘清他的权益的一个机会。到目前为止，教育部还没有收到相关这些诉愿申请的这些作业。外屯学界感觉蔡英文法庭林志坚军令干涉大学自治，教部长潘文中讲，关系学术伦理相关事件，会请各大学依照学位实务法，甲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伦理审议方式来处理，一切依法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林志坚的论文风波是小媒体，虽然有蔡英文介绍听，不过民进党内也是有人反对。亲像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今仔日就公开发话，讲团结的前提就是爱建立伫咧是非顶头。立委高嘉瑜也讲，若准林志坚无法度证明家己是清白的，其他的人要安怎改听呢？也那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强调，先相信林志坚，只是讲这学术伦理是专业问题，爱伫体制内面解决。团结的前提要建立在是非之上。如果台积电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大是我们护国神山的摇篮呢，质疑台大、对撞台大，那是挑战我们台湾的价值。民进党唐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和代代认定学术论文抄袭。虽然党主席蔡英文强调全党团结，支持林志坚捍卫清白，也毋过党内犹原有杂音。议员王世坚就因为捌呼吁毋通挑战社会智慧，互批评是中共同路人。黄珊珊也发声小听。林志坚还年轻，他有他的才情，解铃还须系铃人，系铃者自己知道知所进退，不要为难整个党。王世坚在议会，其实我觉得他的个性很耿直哦，所以他这次讲话我都觉得很有勇气。如果是政党里面都没有是非的话，就跟帮派没有两样。林志坚论文案继续探究，立委高嘉瑜也伫节目上回了全开，认为林志坚家己拢无法度捍卫家己的清白，其他人要安怎捍卫？那也台北市长参选人周满安更加批评，民进党是集体扯落去。这是一个集体的向下沉沦，这是集体的堕落。这个部分民众其实很清楚，你要相信台大还是相信民党持守这件？总统是表达一个态度，并没有所谓的下令。好，那我们大概都是站在同志的立场，我们先相信同志。但是中强调先相信同志，也毋过学论是专业问题，爱伫体制内做努力。另外，敢是会烦恼连带冲击选情，但是中表示选举爱各自拍拼，会用政见来争取选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进行军事演练引起大海紧张，不过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昨带团去访问中国，引起众人议论。连国民党内也是有无共款的意见，也因为伊本人有兼任台中国际事务委员，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今仔日就表达抗议，要求台中市政府要来讲清楚。市长罗秀燕也认为，伫这个时间点去拜访是较无妥当的。选择夏立言。卢秀燕再讲，台中市议会民进党团议员拜规拜发口号，要求台中市长罗秀燕出来表示，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去中国，伊阁是台中市政府聘任的国际事务委员会委员，因这个罗秀燕事先是毋是知影，是毋是以出去访问的名义向中国传话？正值飞弹这个中共演习，那威胁台湾的时候，那我们认为这时候率团出访时机不宜，徒增困扰。面对对岸，在今年的上这个关键时刻，其实出访这样的一个行程，其实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夏立言带国民党大陆部主任林祖嘉等人访问中国，目前当地厦门隔离，2021展开拜会台上行程，会去广州、深圳、杭州、昆山跟上海。是我们主动要来的，其实跟大陆的邀约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目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想要反映这个台商还有台生在这边工作人他们在两岸之间碰到一些困扰。林祖嘉表示，目前无安排甲中国官员见面，不过因为夏立言捌担任过陆委会主委，中国有可能派国台办主任刘结一、中国海协会会长丁志军接见，不过这也未确定。记者综合报道。
咱的国军9月初5要伫咧屏东恒春的三军联训基地进行联用操演，再起先进行火炮试射演练。针对中共对台湾发动封锁的演习，总统蔡英文下晡也勉励空军作战指挥部，感谢国军守护台湾，也强调背后冲突变严重也袂了输，毋过会坚定捍卫主权和国家安全。1、2、起势。指挥大声，有国军上安心。国军面对强军高强度、文武强悍，展现保家卫国决心。昨日早起伫屏东进行天雷操演，40门以5榴炮轮流展开反击。军方也特别安排官兵家属到场欢迎支持，周边温馨。谢谢老婆在家当我最坚强的后盾，让我在军中能无后顾之忧，然后为国家效力。另外，联用操演下个月初5登场，官兵进驻屏东恒春三军联训基地，展开火炮直升机的作战训演。也有中科院宣布18、19、25、26将进行火炮试射，上大大道无限悬，外界研判是雄升飞弹系统。不过，强军南部战区登陆南大队最近模拟多处军港拄着敌情，透过火力压制、摧毁、瘫痪碉堡、搞海堡，两化情势紧张。强军演练抢滩救援的意识真高。我们能够进一步摸索不同水文气象条件下实际登陆规律，变强登陆舰的看家排名。有学者分析，即摆强军封锁本岛演练，火箭军发射真侪粒东方飞弹飞过台湾顶面，对台威胁增加。中共也阁留一手，并无提出用伫反介地对抗美军的飞弹。号称全世界只有它有的反舰弹道飞弹东风21D 型，这次并没有演练。如果它的目的是要反介入跟区域拒止，阻挡美国的军舰的话，它应该使用这型的飞弹。强军对台采取秘密战术，必须国军用老旧的军舰牵制强军新的军舰，至少要建造6000吨以上的军舰，才会当对抗强舰。不是属于他法律上国际法该有的主权，但是他想在这里扩充影响力，我们就把它定位成叫一个灰色海权。我们要不要反击？你不能说因为太高，150公里的高空，但也是我们也危害台湾的国家主权，也危害台湾的安全。面对中国一直有军事动作，总统蔡英文下昼勉励空军作战指挥部，感谢国军无分地边，守护台湾的领空甲人民的安全，也强调袂升官冲突，也袂挑起争端，会坚定护卫主权甲国家安全，坚守民主自由防线。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中国对台军演，英国的外交大臣特拉斯初10有调遣中国大使，谴责中国行动是愈来愈有侵略性，威胁到地区和平。中国外交部随家引导登记，警告英国莫对着美国伫咧牙擦天火刀。另外，咱的外交部统计已经有45国家的官员，超过470位国会议员出声来甲台湾支持，表达因的想法。But what we do need to make sure is that democracies like Taiwan are defended.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近日改表明挺台湾。最近中国大规模对台军演，特拉斯初10调遣中国大使田德光，要求对北京行为做解说，并表示最近北京行为已经愈来愈有侵略性，威胁到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英国最近当地举行保守党的党魁选举。特拉斯互人认为是可能的首相人选，对中国的态度也引起关心。英方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对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必要之举说三道四，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英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11也回应，要求英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莫对美国损毁干涉内政。白宫进前也调遣驻美大使真光，谴责中国军事行动。驻美代表萧美琴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台湾袂互人吓惊，也是被迫牺牲，努力争取，而且得来无简单的民主，也要加入中国的挑战行为。We are not letting that affect the way we live our lives and our desire to breathe the air of freedom. We do not intend to engage in an arms race with China.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deter. 目前已经有45国的行政部门高阶官员，以及51国超过470个国会议员为台湾讲话，谴责中国对台军演。外交部表示感谢国际社会支持，呼吁全球民主友伴甲台湾徛斗阵。共同对抗威权体制的扩张加侵略。记者综合报道。
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罗西亚新闻工作者奥斯亚尼可娃今年3月创立起直播的新闻摄影棚，举着牌啊抗议这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罗贝有继续伫抗议，也去予罗西亚政府该罚钱。不过，伫咧70载起咧，国安警官冲到因兜，甲人掠走，而且以散布假消息做理由，该起诉，恐惊上重要关到15年。俄罗斯国安警员车早早起6点，向所查证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编辑奥斯亚尼可娃的主题，不管厝内囡仔正惊惊，直接甲伊带走，所以对伊提起刑事诉讼，以刑法第201.3条，也就是俄乌开战了后，国会新通过传播有关俄罗斯军队虚假消息的罪名，甲伊起诉，并且定罪刑期至少15年。Марина держитс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она молодец и. Мне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полный дефолт правовой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когда появляются такие статьи в уголовно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е, которые за пикет позволяют человека. 奥斯亚尼可娃是伫今年3月14日，伫国营第一频道暗时新闻直播中走入摄影棚，提反对战争的标语，随时去用掠去，也受到全球的注意。伊因为安尼，互法院判处3万卢布，差不多8000台币罚款。4月份得到德国世界报聘请自由记者，以拒绝法国的政治庇护，留伫当地继续进行各种的反政府抗争，无顺从官方对乌克兰特殊军事行动用语，坚持使用战争甲入侵。伊7月中伫克里姆林宫附近提牌啊示威，指控俄军杀害无辜的囡仔。最近阁因为伫面册甲法庭的评论，分别互人罚5万甲4万卢布。即马俄罗斯对伊进一步刑事起诉，甲另外2个反对派运动者，拢以散布军队假消息的共款罪名关押候审。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伫咧70美国前总统川去予一个法院界要求伊就要去到纽约州检察长的办公室，是要来调查川相关事件涉嫌诈欺的指控。关门4点钟的时间，不过川拢无提供任何证词。伫结束了后呢，伊阁伫咧家己创办的网络平台批评这站调查是政治对杀。美国前总统川普车队到纽约州检察长詹洛下办公室，1点钟了后，川普就对外发表声明，讲在法律顾问的建议之下，伊依照美国宪法，互每一个公民的权利甲特权，拒绝回答问题。伊引用是美国宪法第5修正案，内容允准百姓伫路口境的时阵点则被自证记罪。纽约州检察长2019年开始调查川普集团瀑布资产价值得到贷款、报税时阵各少报逃走税、涉嫌诈欺的指控。检方当时阁传唤川普的查某囝伊凡卡，小唐纳川普2人。不过过去半年外的时间，3人一直透过拍官司拒绝备团，一直到2月纽约最高法院做出3人爱提供正式的裁决。川普70搁伫自创的社群平台对詹洛下连续攻击，否认有违法行为，佮讲这民事调查是政治迫害。Now that the discovery phase is concluding, the parties are going to line up their experts and get ready for trial. Again, Trump has tried to stop this civil lawsuit at every step. He's lost at the New York appellate courts time and time again. So now that he's been unable to get the case dismissed, I don't see settlement happening here for both leg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So we're going to look at a trial, a public trial. Again, not the criminal trial that many want, but a civil one for the former president. 川普上任了，法律纠纷真多，除了上新的 FBI 白宫机密文件搜索行动以外，也各种异议。1月7日国会山庄暴乱的特别调查，司法部对控诉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无公平审查，加乔治亚州的检察官对是要干预选举结果的调查案等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北韩官方媒体报道讲，最高领导人金正恩70召开会议，讲伫咧短短3个月就达成无病毒区的目标，创下世界公共卫生奇迹。伊小妹金宇正也出席会议，而且是头一届伫正式场合发表谈话。金宇正也批评这病毒是对着南韩反金氏政权宣传单安尼拖过来的，因也进行报复。一直无愿意正面承认，近来爆发新冠疫情的北韩拜三召开全国紧急防疫总结会议，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讲，北韩甲新冠病毒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당 중앙위원회와 공화국 정부를 대표하여
영내에 유입되었던 신형 코로나 비루스를 박멸하고 인민들의 생명 건강을 보호하기 위한 최대 비상 방역전에서의 승리를 쟁취하였음을 선포합니다. 北韩唔捌证实有偌济人感染新冠病毒，使用发烧患者代替，高达已经有477万例发烧病例。不过，平壤当局讲，顶个月底了后都无新病例。金正恩20日表示，北韩靠封锁本土药物治疗，甲北韩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第3个月就达成无病毒区的目标，创造世界公卫奇迹。伊同时解除已经实施91天的上紧急防疫体系，降级到正常防疫体系。 同一天，伊的小妹金宇正也出席会议，佮头一摆伫正式的场合发表谈话。 이 방역 전쟁의 나날 거열 속에 시비 앓으시면서도 자신이 끝까지 책임져야 하는 인민들 생각으로 한순간도 자리에 누우실 수 없었던 원수님과 金宇正无详细说明金正恩的病况，也毋过外界推测，这表示金正恩也得到新冠病毒。对境内爆发大规模疫情，金宇正将目标指向南韩，认为是南韩脱北者空飘过来反金氏政权团队将新冠病毒带入北韩。 우리 공화국에 비루스가 유입될 수 있는 위험한 짓거리를 계속 행하는 경우 우리는 비루스는 물론 남조선 당국 것들도 박멸해 버리는 것으로 대답할 것입니다. 金宇正指控南韩空飘团队带来病毒是反人类犯罪，北韩会进行致命报复。伊也表示，南韩是不变的主要敌人。面对北韩指控，南韩回应，北韩一直发表无根据的言论，佮做出无理、有威胁性的言论，表示遗憾。公司新闻邱婉良编译。 古巴进前发生西部港口大城马坦萨斯油库爆炸导火意外。虽然讲这火已经拍花，不过伫这个所在因有9成外的电，拢需要靠火力来发电。不过这个爆炸了后，这声波又通好用，和本地欠电的情形是变更较热啦。 为地清气，迄边卫兵演看到伫古巴当地甲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救火专家共同努力之下，为海陆空拍火工作已经出现成效。啊，不过这大片的旅游设施区域用尾已经烧了，互原本就面临油电供应欠缺的古巴，陷入更较深的能源危机。El impacto que tiene es terrible porque en última instancia la economía funciona para la gente. Y ya había una situación de estándares de vida deteriorados, no solo, te digo, no solo por los problemas que tiene estructurales la economía cubana en primer lugar, sino porque a nivel mundial teníamos una situación de incremento significativo de los precios del petróleo y también un incremento significativo de los precios de los alimentos en una economía que depende mucho de importaciones. 学者所讲的结构性问题，除了当年社会主义国有化政策造成能源企业效率不好以外，也个就是政府对相关建设投资严重不够，以至控制1年回来政府投资当中超过35%用来起旅馆甲度假村，用来改善油电水利设施只有7.2%。 外电引用古巴政府的统计显示，全国电力差不多有95%左右来自燃油火力发电。这摆火势一定严重影响燃油供给，互电力缺口继续扩大，民众一定要忍受更较频繁、更较长时间的停电。虽然古巴政府承诺会推动能源转型，2014年以来也投资差不多5亿美金，不过伫专家估算的需求60亿，也佫差真济。另外，全球物价欠悬，佮压缩政府有限的资金。 超过95%电力靠燃油发电的古巴，拄到安尼重大事故，能源危机一定是更较恶化。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有一只收唔到路的白海翁走去法国的塞纳河已经1礼拜啊，不过昨这只白海翁已经亡生。救援单位表示，这只白海翁无多食物件，也袂当喘气，就算家放登去海里也无多活，落尾才决定要家安乐死。 当北海岸扩大消息传开，全球聚焦伫法国塞纳河边，救援队用6点钟伊吊车甲网仔，将这只4公尺长、800公斤重的北海岸吊起来，也替伊做大堂，希望伊会当恢复元气，阁有机会会当登去大海。不过，伊无法度食物件、食鱼肉，更明显看会出来伊真痛苦。6 vétérinaires unanimement nous ont conseillé de procéder à l'euthanasie de l'animal. Qui était trop affaibli pour le remettre à l'eau. Donc c'est une décision que nous avons prise collégialement
Et donc j'ai la tristesse de vous faire part du décès du beluga. J'étais triste parce que je pensais qu'on touchait quand même à son sauvetage. Je me suis dit voilà, il est.不过专家对北海岸安怎离开家己的栖地，调至国较南方超过100公里远的内陆，有关是上无。北海岸确实有当时会伫秋季河水结冰的时阵冒险收过南方去找食，真少会离开这么远。根据法国海洋食灵动物监测团体佩拉吉的资料，离塞纳河上近的北海岸群是伫挪威北部的斯瓦尔巴群岛，离塞纳河有3000公里远。On avait dès le départ en fait peu de chance d'avoir un animal qui aboutisse à un retour à la nature. Son état de cachexie, donc son état de maigreur était extrême. On avait un niveau de lard dorsal, qui est une épaisseur de graisse qui est indispensable à ces mammifères marins, insuffisante pour respirer convenablement. Et donc, il a souffert d'insuffisance respiratoire. 类似的海岸迷航故事进前就发生过。今年5月，一只破病游鱼罕见的收至法国的塞纳河，也佫一路收往诺曼底大区的塞纳河水头。迄当时救援单位把想要用声音导引伊，佮收转去大海，将机尾选过失败，安乐死。公司新闻黄伟廉编译。人讲食娘心肝火，望见爸母因。伫咧新竹进前有一个后生放火烧死家己的亲人，即马已经有上届新的进展咯。新竹地检署侦办一正期轮胎行8人死亡命案，今仔日终结专案，依照涉嫌放火杀害敌客的亲属等罪嫌，甲这个嫌犯单案上起诉，也望请法院会当判伊死刑。诚信被告是基于直接故意而犯下纵火。 杀害8人死亡之重罪，危害公共安全及人伦秩序严重，犯罪手法残酷，毫无人性，属于情节最重大之犯罪，已无教化之可能，请求法院判处被告死刑。检方认为嫌犯因为伫咧外口有欠人钱，经济状况歹，不时甲带做伙爸母冤家，才会因为这冤家了后去买汽油点火放火，害死这8人死亡，危害程度已经达到两公约所讲的情节上重大犯罪。为着要维护社会秩序、民众生命安全，请求法院就要甲伊判死刑。 讲到明仔载就是旧历的7月15中元，那总有几到菜市啊买菜民众，拢会感觉讲这钱变较薄啊，是因为这买物件咱拜拜吼，爱买一寡三星酒类、鱼饱饱，也这物件拢有起2成。点起也讲这关不了运费甲进口的税金拢起价，当然这物件也就爱对得起啊。 中元节要到啊，11有一寡人到台中建国市场买食材，不少民众发现行李介绍去2成，钱愈来愈薄。出来一趟没有带个2、3千，应该是买不起来。对，钱越来越薄。说买鸡腿，一只差不多一只100块左右，现在差不多要将近120，还是要吃啊，还是照买啊，也没办法啊。 市场菜贩也是讲，原物料、运费、进口关税全面拢起，佮加上节日需求的关系，所以介绍去遮济。啊，毋过毛菜贩也是烦恼无人来买，选择家己吸收。像猪肉即摆嘛是大起价啦，啊，这鸡肉、金坑啊，这拢是起价无毋对啊。啊，阮牛肉嘛是因为关税的问题吼，啊，甲海运的问题嘛是拢起价。一般拢起超偌济？拢差不多要2成左右啊。大概涨了2成左右。 对啊，因为整体来讲的话，原物料啦，至于我们到产地的话，它整体的价格都有提升，都自行吸收。对啊，其实也是不是说很好做啦。另外，鸡卵是因为8月份天气热，产量较少。农委会是讲，全台湾逐工也是会当供应11.5万箱，也会当维持平盘。台北市农商工会是讲，各地调度鸡卵交接，甲东台湾观光区需求量增加有关系。 花莲本身他们没有生产鸡蛋啊，就很多人去玩嘛，也是住房率都满满的、啊，他们可以估计它多了1倍出来吧。若是蔬菜部分，台中农产品批发市场8月份蔬菜逐天的供应量是215吨，平均交易价是每公斤25块。台中市农业局强调，量价稳定，会当充足供应民生需求。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小人说禁止台湾产业，而且要禁止咱台湾百外间食品公司的商品袂当出口去到中国。经济部即马就决定要拨2亿，到年底进前咧，会伫13个国家推广咱台湾的加工食品，协助食品业者会当渡过难关。另外，甲观众朋友讲，搁再过1个月时间就到中秋咯。农委会今仔日也宣布会和超商业者合作，伫咧超商的门市咧，要卖国内的分蛋礼盒甲加工品，希望民众中秋送礼时阵会当考虑到咱台湾农产品，做回来支持农民。中国8月初向禁止台湾百外间的食品进口，为化解这波冲击，分散市场风险。经济部决定提拨2亿，按算到12月底，密集伫全球13个国家举办大型的促销活动，推广台湾的加工食品。有非常多跟食品可以相关的活动可以搭配，那这样的行销我们大概可以让2000家的厂商可以来受惠。加油！农委会也为全国各地文旦挂保证，受中国暂停台湾柑仔类水果输出影响，加上即马是文旦产季，农民压力增加，为减轻因的烦恼，农委会甲超商业者合作，伫超商门市满道顶10大产区的文旦礼啊加工品来有卖。10大产区全国这样起来的话，一年大概是7万吨那这一次中国又出手了那事实上，我们农委会已经很习惯了。农委会表示，这几年来，中国为水产到农产一直出手，希望民众中秋送礼应用行动支持在地农民，也可享受买500、续100优惠。那今年虽然说中国大陆表示说要禁止台湾的文旦柚输出，但其实呢，在近年的关系之下，那我们除了中国大陆这个外销的出口之外，我们又积极的拓展，像是东南亚的一个外销的部分，或者是日本的部分。不止农委会替农民找活路，花莲县政府也希望透过结合文旦加工品，希望民众用片芳到花莲佚佗，顺便买文旦。花莲县政府强调，文旦除了日本甲东南亚以外，今年也卖去新加坡，兼照拢是靠中国市场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2650个本土病例，有44人死亡，其中有1个是3岁囡仔。另外，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疫情是无起也无降，也推测讲这 BA.5到时阵伫社区内面占3成到5成时阵，这病例数恐惊就千关。国内11个新增加22650个本土新冠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上济是4377个，台中甲桃园各2000多例，台北市有2579例，高雄市有1996例。另外，中东前新增加110例，确诊个案当中新增加44个死亡。年纪上细汉的是一个有先天疾病3岁查甫囡仔。指挥中心讲，今年以来12岁以下儿童确诊死亡已经累积有27例。3岁的男童本身有先天性的神经系统疾病，长期在服药，那没有接种疫苗，都至到加护病房插管使用呼吸器，在住院当中仍然因为病情的恶化，在8月6号的时候不幸过世。确诊个案当中，新增加2个密斯氏，包括1个4岁查甫囡仔，确诊了后2个月出现鼻炎、结膜炎、肺炎。另外1个个案是10岁的查某囡仔，无慢性病史，确诊1个月了后出现发烧40度，较不爱食不爱耍。好佳在这2个个案经过治疗，病况拢稳定。指挥中心提醒，目前国内疫情属于边缘期，刷来会有一波Omicron BA.5的疫情，会维持现主时的防疫政策，边境当然会渐渐开放。就是有些县市就会往上，有些县市就会往下。其实上下幅度目前其实都不高，大概都每一天差个100-200例。到目前为止，事实上，看起来这周应该以持平、稍微下降的机会比较高。日本当地流行 BA.5， 7日单日新增加25万例，创下纪录。对于未来 BA.5 在台湾社区流行，是不是有可能亲像日本同款？指挥中心是回应，2地疫情规模无同，注意疫苗时间点嘛无同，呼吁民众也是爱趁疫情转回时阵，最好准备疫苗赶紧做，确实就是自我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民众去互骗去柬埔寨，就一个走出来等到台湾的民众，讲出伊的遭遇。伊讲伊在当地去互卖来卖去，落尾是联络到台湾这边，才法度顺利转来。
当时的心情就是很忧郁，很想自杀，直接跳下去。穿乌衫的这位叫皮皮，今年7月初才对干部这走出来，伊决定出面甲家己的祖舅讲出来。7天已经被转卖了4次，看到有各个的园区，而且进去园区是很大的一个闸门。里面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是就是不能出去。皮皮讲伊逐边互人转卖，拢受到凌辱，想要透过社群软体才来防救，但是转到台湾了后，敢若做简单的笔录，甚至无保护机制。有人口碑研究机构表示，受害者大多数是6岁少年人，嘛因为疫情走投无路的中年人，只是目前国内对这种案件的处理，普遍拢当作失踪诈骗，欠缺人口碑警觉。不应该是要由幸存者自己去慢慢一个一个找这些资源，去降低幸存者因为支持系统不足，或者说是被政府遗漏掉而再次遭到剥削的状况。已经通令全国把它列为特殊重大刑案，而且统一由我们刑事警察局来会诊指挥，然后务必先把国内的这些人口贩运集团先把它肃清。外交部代表是表示，自去年中连续接到相关案件，统计今年6月进前有超过6000挂的台湾人前往柬埔寨，非常反常。因将伫越南乌志明市的办事处成立专案小组，嘛考虑增加卡手，替到柬埔寨的台湾人参台商甲当地警方建立管道。记者陈文丁曲凯台北采访报道。高雄有新庄者透过包租代管的方式伫咧洗厝，说是去互糟蹋，毋就是等无就是找到个较歹的厝。另外，市政府也伫咧推广老大人甲新庄者会当去住有电梯的社会主体，甲因本地的厝政府替你说服别人。毋过，新庄团体表示，有厝的人当然是会当安尼做，若准无厝的人，有关是爱四界搬，恐惊就无法理想。说明会工作人员解释包租代管的好处，市府都发局今年继续推动第3期计划，每下1893户，因为新旧朋友刷感受不了优先。门槛如果是坐轮椅的，是不是不能进去？来用白给你嘛？白了新疆租补助，房租不要你欠啦。会被刻意的冷落，甚至是好不容易没喝到了，却是屋况非常差的状况。接到真正的民代表示，无优先过程，拢稳重其事，呼吁市府有等于探讨协助，针对新庄者居住问题，都发局也启动中者甲新庄者换居社体计划。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可以换居到这个有电梯的社会住宅。那他所拥有的这个房子呢，必须要提供作为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房源。这间27平的厝有3房2厅，市府提供6户申请人，也是家庭成员是65岁以上的长者，也是第7类身心障碍者，全户人口伫高雄只有1间房，厝龄超过15年，伫2楼以上无电梯合法主体定租价，得当以6个月8500无含水电的费用承租。他如果说他的经济情况还可以，那这个方案就可以做。那这个方案做，跟说都没有钱，想要住到那个去，那是不同的方案。新庄团体认为，换厝只改善有厝的人的居住困难，无厝的人也是无所在通住，也有人烦恼租金无法度拍平，恐惊就爱家己去提钱。都发局回应各方意见，拢会参考，佮随时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北屯头一座社会主体已经完工有220户，头一年租金是减对半，偏附近的行情是搁较低，不过要抽到是真困难，几率只有7%尔。全新的厨房用具搭配采光，一入去厝内就有登记厝的感觉。台中北屯的社会主体完工，推出有公共空间的用具房型，外口也有完善的公共空间。目前工程进入收尾阶段，真侪人抢要爱，因为月租大约是市价一半，抽到的人无到7%。是很难得啊，因为相对一般外面的租屋行情，可能都要再贵个5-6千，这是可能是比较最低的啦。就我们太原车站就在附近哦，那生活条件也都相当的优越。这边以往是一个旧的市区。市府自发处表示，这个位置北屯3公巷的主体，目前规划220户，其中20户是共居房型，增加住民互动的空间。4个位也挖近太原火车站，大众运输发达，位伫台中市北区甲市区连接的所在，生活机能真好。第一年租金50%优惠。含管理费的一人房型上加4000二左右，过当年拍6折，第3年拍7折，有计10月开始大入去。
帮中认为对即马税厝市场影响有限。大的市场没有波动的话，这些老屋来讲的话，它的波动率基本上也不高。对，那甚至有些把老屋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改装，变成套房在做出租也有。帮中分析，这个区段税厝需求悬，虽然目前因为房价悬，租金相对优惠的社体侪人抢，不过数量伤少，真歹应付需求。当地区段甲生活机能好30年以上的老厝整理了后，竞争的机能会当补足厝龄老旧，对整体市场继续影响无大。记者综合报道。新地有一间老厝准备要登起，想未到施工单位甲厝拆到一半，煞停工。这建筑废弃物就拼伫现场，现场是真营业，而且无做安全措施。原来这施工单位也未申请通过，所以无多甲这个阿摩土角清掉，目前承诺要来吃罚单。厝拆到一半，竟然停工，现场留落来未少的建筑废弃物，一套风就全营业。新德市金国路二段附近。最近有一栋老厝当咧拆，唔那干那用简单的围栅隔开，拆到的废弃物就安尼平在现场。2个礼拜有吧？是哦，他都一直维持这样子，都没有再继续动工吗？他前面没有，这个是这几天这样啊，之前在拆。老板说好像要等到月底才是。月底才有人才会动工，那现在这个怎么办？就是那房子是蛮大的，那个。石头那些那个嘛，这边有那个灰尘啊。市府知影了，把派人到现场关心，针对无做好安全措施，除了会开罚单，建筑废弃物的部分，还要求工程人员暂时先用布棚甲盖起来，出来来进行追踪。他没有做相关的安全环境的卫生管制措施，这个是他违反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它的土方目前还在申请，它拆完其实要完成土方联单才能外运，所以我们有特别告诫起造人说，你如果这个没有完成联单有外运的话，那依照环保法令，就是我们会裁罚每一车次，不是全部，是每一车次就是6万到30万的罚款。市府提醒，一般进行拆除工程进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申请，无论是拆除的执照。也是相关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以免受罚。记者对君和新店报道。花莲的渔港禁止钓鱼，较早主管机关较无伫咧管，不过最近有渔民向县政府检举，认为来遮钓鱼的人把这环境用甲真垃圾，而且这钓鱼啊线若加入去延引，这维修费用就要开几落万。这是花莲区渔会北边专门咧钓鱼船啊，还佫有停赏海洋船的来港。航道的两边虽然拢有彩牌啊，讲禁止钓鱼啊，不过平常时啊，这都是有人会来钓鱼啊。因为渔船啊经过的时阵，毋是所有人会甲鱼钓收起来，而且环境真垃圾，互这渔民感觉真反感。那这边乱大小便啊，那外劳怎么都把它丢到海里面去？爱山夹着安那？伊走去车身内底啊，请去夹着一条鱼尾，爱开咧才4-5万。渔民是真生气，去向县府检举，县府决定展开联合稽查，若是讲袂听的，上重会当罚15万。我们是会邀集海巡单位去做搜证的动作，那由县府这边来做开罚，渔港法第21条去罚款3万到15万元不等。事实上，伫花莲港钓鱼啊，敢是合法，已经是年久月深的问题啊。不过一直拢无处理，即马随着要开始采罚。袂少钓鱼仔的人感觉真无公平，讲花莲港的垃圾其实是渔民造成的，嘛讲县府无权力裁罚。你要有一个区域给我们呢，让花莲市民海这么多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全钓鱼，并不合法啦。因为渔港法第18条有明文规定，港区应该要划定一个安全的钓鱼区域，让钓客来钓鱼。面对民众有钓鱼仔的需求，县府表示已经有开放当体码头，每礼拜6礼拜会当钓鱼仔。不过，这个所在是伫花莲港布花上界尾溜的所在，使用的工具嘛，甲一般钓鱼仔设备无共款，价钱嘛较贵。其他的码头佫是上港，嘛袂当钓鱼仔。双方的冲突到达，要是无法度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民众去到台东热气球嘉年华落野高台看风景，伫咧前几天就游客捡到一只拄学飞鸟仔囝，赶紧通报台东野鸟学会，才发现讲这只鸟仔是伫咧台湾存无到500只，而且是真珍贵的灰色山椒鸟，咱也搁做回来看卖。
这只看起来像普通的鸟仔囝，复习者迄天，互游客伫罗亚高台热气球嘉年华会的草皮顶捡到。通报野鸟学会了后，发现是伫台湾珍贵稀有的灰翅山椒鸟的鸟仔囝，所以指导游客放转去树顶。结果无偌久，青鸟就出现伫树顶来饲食，互游客实地上一场环境教育保护野生动物的课程。大概教差不多10分钟的时候，就有附和的声音，就是也是鸟叫声，然后就慢慢的下来，就是他就开始喂食它了。台东县鸟只学会讲，最近有真侪鸟类拄好结束繁殖期，幼鸟后辈慢慢要离开收，伫野外真有可能会看到落伫涂骹的鸟仔囝。即摆游客发现的是伫台湾数量真少，可能剩500只左右的灰翅山椒鸟，鸟友还阁翕到亲鸟不时来照顾伊，画面也真珍贵。既然有发现到它的一个幼鸟，那显示因为它是属于留鸟，所以大概也可以去推测，就是说附近是有这样的一个族群啦，哈。台东县野鸟学会讲，最近也阁陆续接到类似的通报，互鸟友真欢喜，因为透过热气球嘉年华的举办，才发现罕见的灰翅山椒鸟伫罗亚高台也有一定的族群。呼吁游客来看热气球，也爱保护因。无说伫捡到鸟仔囝爱通报。记者综合报道。用违反时期火烧岛女性政治犯做主角的电影《牛魔95號》，今日舉辦發布記者會，前立委姚文智對政治界轉到電影界擔任這出電影出品人。伊講希望迄時代互人暗藏的故事，即馬會當透過電影的方式甲講出來。有距離，雖然唔知影為蝦米我會佇遮，不過我上好甲家己放袂記，連命嘛放袂記。以过去威权时期伫火烧岛的女性政治犯做主角的小说改编电影《罗马95號》，在伊舉辦發布記者會。前立委姚文智伫2018年參選台北市長失敗了後，轉戰電影界擔任《羅馬95號》的出品人。伊講希望透過這段威權時期的歷史，台灣人會使更加了解家己的故事。一個失語的時代。大家都忘了，或者大家都不知道，大家都被隱瞞的那個時代的故事，了解我們今天的人權、自由、民主怎麼得來的，未來我們台灣才可以在這樣的道路上繼續發展下去。前輩們的故事真的非常令人動容。為着彰顯1950年代火燒島的歷史場面，姚文智表示，因參國家人權博物館合作，到綠島來拍電影，過程唔但重建歷史場面，嘛起一寡遺跡來取景。演員嘛講，導演對因的口音等等，嘛是加要求。方言是不能說的，可是我們又很努力的學習講所謂的北京話，所以腔調方面，我們3個人都有各自努力的方向，嘗試把那個恐懼感，那個每天面對生死的這樣子的恐懼感找回來。這些口述歷史整理得非常詳細，我很喜歡透過文字閱讀來做角色功課，所以那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書。姚文智表示，因為題材敏感，在籌備甲製作的過程，攏拄到袂少困難。不過，伊希望透過眾人合作，會使親像賽德克巴萊、番校等等台灣電影同款，讓大家繼續認捌台灣的故事。記者郭本長隨台北報道。為着要互囡仔認捌做作文化，嘉義市南潭國小特別伫休熱期間安排電台廣播營隊，帶囡仔去到做作文化園區，嘛體驗製作廣播，也要佇咧電台來宣傳在地的原住民文化。陳雅希，台灣原住民各有16族，嘉義又以鄒族為最多。伫錄音室內底替家己寫的文章配音，嘉義市的南潭國小佇學校推廣多媒體的課程。今年頭一屆甲電台也有原住民教育資源中心合作，舉辦電台廣播的營隊。老師教我們寫作、說話要怎麼說，還教我們朗讀、錄音。這樣的一個課程，讓孩子可以展現出自己的系統思考的能力，跟他編制文稿的能力，跟他口語表達能力，所以這些部分都是孩子在這樣的課程裡面可以去做一些培養。30個學生第3天的課程內底，配合的電台邀請相關專業人員，講話發音、甲寫文章的技巧，為着要讓囡仔更加了解祖族，嘛佫安排去德洛部落體驗原住民文化。很開心。為什麼很開心？因為終於知道
这些广播的奥秘。这一次的机会，除了说可以对广播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之外，其实呢，他们也真正的体验到州族的文化，尤其是到了州族的创意文化园区。校长表示，网络的利便，让媒体内容愈来愈多元。学校推动媒体素养的教育课程，不但培养因学习制作，嘛希望教学生明白媒体传播的正确观念。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屏东恒春的民谣大师陈达已经过身40年了。最近摄影者两其中，伫咧恒春的民谣馆有展览伊早期家采访的相片，透过一寡珍贵历史影像，甲陈达的故事介绍给众人知。若讲到恒春民谣，就袂当甲国宝大师陈达绕高去，尤其是陈达唱的《思乡记》，凄凉的歌声，唱出先民来台湾的心酸苦楚，使人感动。陈达在生的时阵，摄影大师黄玉忠一摆有机会甲采访，一寡珍贵的相片，即阵就放伫恒春民谣馆展示。目前我们在民谣馆展览的是阮玉忠先生70几年的时候，那么拍摄的陈达这个过去的照片。参观民谣馆的这个民众啊，能够了解一下陈达老先生唱恒春民谣思想曲的这个过去的历史。透过相片，就会当知影陈达越喜乐越勤，有迄个年代的文化甲历史，包括陈达世界表演的记录，伊的日常生活甲故事。珍贵的相片，让现代民众有机会了解陈达的故事。那么也拍摄他过去在地方上，他的故居在恒春半岛，这个唱民谣的一些历史记录。陈达在世的时候，他帮他拍的一些这个生活照啦，或者是他去这个弹唱民谣的时候，他所拍摄的这个照片是非常珍贵。摄影师黄玉忠透过甲陈达的互动甲记忆，用相片呈现民谣大师的生活，毋但甲陈达对恒春民谣的情感记录落来，嘛真侪重要的文化资产。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冰岛首都附近有一座火山，顶礼拜开始喷发，不过因为无啥物款的危险性，就成真侪游客专工来遮看火山，甚至有民众伫咧火山边仔野餐，拿欣赏来看一个火山喷发的风景。红记记的岩浆一直为火山的涂骹喷出来，看起来不止啊惊人，但是更较互人惊一条的是，甲镜头扭较远的一看，竟然有一堆人都坐伫咧无偌远的所在，看起来袂输敢若伫火山边仔野餐共款。Wanted to have a different kind of picnic. Having a picnic by volcano. 这是北欧国家冰岛的首都雷克雅维克，差不多32公里外，一个叫做法格拉达尔的火山。事实上，这个火山进前已经有6000年毋捌喷发过啊。去年3月突然间喷发，引起真大的讨论。顶礼拜因为发生地动，又搁开始为涂骹离开的必顺喷岩浆出来，烧烫烫的岩浆，那亲像在跳舞共款，非常壮观，吸引足侪人来遮翕相。It's unreal. It's unreal. It's crazy. It's super hot. Super hot. 虽然冰岛政府希望民众唔好离火山伤远，但是大家根本都唔惊，尤其是经过媒体报道了后，世界各国的观光客拢拼来冰岛。有人讲看到涂骹一直在庆烟，嘛是感觉小可会惊惊。但是会当伫遮尔近的所在欣赏火山喷发的美景，真正是有够难得的经验。I'm kind of scared. Like I hear these noises and I'm like, is it gonna erupt even further? I know. But yeah, it's really cool. Nature is humbling, super exciting, and and it's kind of a once in a lifetime chance. 因为即摆法格拉达尔火山的岩浆是为涂骹的必顺喷出来，所以袂造成大爆炸，危险性较低。嘛，才有可能互民众若亲像伫野餐共款，轻轻松松坐伫边仔欣赏火山喷发。记者甘延年编译。来看明仔载天气，气象局表示，伫咧日本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上紧伫咧今仔暗时会结束风台美雷，毋过对台湾无影响。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
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